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来呢个节目。哇，今日เรา大家来讲一非常从了解自信解释嘛个咧诈骗两件事情。其实大家会发现讲，哇，两今日大家咧你线头反诈骗两件事情，其实非常个倒白。不过对推翻呢诈骗安用个事情，还可以越多，还有见到诈骗个手法咪越冇强容，所以大家还要当注意。所以你今当反而就得绕墙度，你讲内边来到两片，然后大家都分享，佢系马莎咧，佢系谁类似。突然袭中拉分球嘅刘淑慧警察组分享。好，大家好，我係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拉分區偵查隊偵查組劉淑慧。今日非常歡迎做到嚟到福起來咧，嚟大家介紹反詐騙的資訊。哇，分享哦，所以這個淑慧偵查組就會算刑事。对，就是我们讲的刑警，所以看起来就会轻言说，唔讲你可不可以看给，非常的友善哦，而且很认真。你还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嘿，我自己做的，你自己做的？我喺宣传的时候，疏风一天拿的，哎呦，本大家提讲係介紹反詐騙。哎呦，你真件錢重要重嗎？非常的重要。因為我有老大家來講哦，我說哈，其實反詐騙兩件事情，我們其實宣導了很久，各種某種嘅風訊。短片對不對？哈，廣告也係講上節目按用手機，希望就去廣播電台，還有天台。不過真奇怪哦，因為剛剛摸一下嘅時候，基本講，其實你越是這樣宣傳，但是因為手法太新了，估數案件越來越多，越來越多，比前幾年還卡多。然後還有講到其實真的是有些令人覺得很沮喪的案例哈。唔過等下看有幾非洲啲人講嘛，一開始同大家來分享嘅就係趕快大家來看一下詐騙嘅類型有乜嘅，有假投資啊，還有其實大部分老網絡較多，關係較多，像你網絡買東西啊，假買假詐騙啊，還有。給出本期付款，哇，這個好難。還有愛情的詐騙，同可能也係咩嘢？還有你哋下手機嘅只有用到嘅 Line 呀、FB 賬號被盜用，然後再去騙你。還有嘅營銷投入相關的詐騙就有一幾類樣。其實愛情。這個愛情詐騙已經很多年了，非常多年。像個同可能也係咩嘢，還有假檢金的部分，其實沒多年，差唔多19年、20年前就有誒。大家會知道講，哇，伊講到按當年，唔過呀，大家喺個看新聞，還會看到有啲人真嘅愛情詐騙，對不對？其實一直都有，哈。然後求職相關的詐騙，唔過基本上貼貼同大家來分享嘅目標，再嚟講一下呀，四種嘅類型底度哪兩個，或是哪一個是貼多？其實假網拍的部分一直是警政署統計這4年以來一直都是第1名。它是件數最多的。哇 ，OK。那以金額來講的話，金額最龐大的大概就是假投資。哇，就按中辣分 Q 來講哈，是梳理一天1億6000萬。我真不敢相信哎，真嘅咧，1億，那也要那個人是有錢人才有辦法。真嘅，有錢人嗰時啲可能好像係用數字黑字嘅人有冇？都幾幾多張人？我懂，就是你會就是個十百千萬10萬，他說1億，天哪，那該不會是他全部的身家財產？應該唔係，好吧，真嘅可以有錢，唔講你看人家真嘅很令人覺得很驚訝哈。故說同大家的分享，我們今天貼來講嘅就會假投資詐騙，還有現在要清流行嘅網拍，對不對？哈，大家來看一下，我們同。什麼是假投資詐騙？又係咩意思？其實假投資詐騙佢主要是有個機房，它成立一個機房之後，開始打電話，我就會等下先都會用入我們很多的社群軟體，包含交友軟體，面書啊、IG 啊，或者是抖音，然後各式各樣的交友軟體，它侵入之後呢，它會在透過這樣的管道去認識被害人，然後進而跟被害人去交朋友聊天，然後為了比如你介紹講啊，你下做乜嘅投資以後穿我做可能冇，他就會提供假的那個投資平台，譬如你去註冊，去搞你肺炎，搞你肺炎以後呢，就老譬如你講我做的。
飞款，开始飞款，比如你飞款以后呢，它那个投资平台就会显示汇款的金额，对，回款金额之后，那被害人就觉得，那真可以有穿钱呢，懂后穿哦，那飞100万，马上就变过2年就有120万，平常你就会真给那雄心讲，这个平台是真的可以赚钱，是，对，一直到说被害人他要把钱领回来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赚够了，我想要出金，我想要领取这个获利的时候，那诈骗系统就会继续喊给飞款，那税金啊，那封费啊，或者是会跟他说你操作失当，你的那个账户遭冻结，你要再汇款。那这时候被害人一直汇款，汇到没有钱的时候，那他就会被踢出群组，或者是说那个 app 就会直接关掉。那被害人这时候才会发现说，不是诈骗呢。问一下，黑公不会用安永的社群软体，是不是比较不会容易进入到这个陷阱？这样讲其实每某一天哦，其实你手机的更新没会有诈骗的讯息，然后看我是某某证券公司啊，我联系你好久都联系不到啊，赶快加我的 LINE 啊，你就说骗人啊，有的人唔知就会点你去就会加入那个诈骗集团的那个 LINE，其实还有设计假勾那个诈骗群组。他们你哦，哇，因为他们可能某凶都会有一个刑警加入给群组，因为会好奇，因为我会想要了解被害人是怎么被说服的，你会怎么会因为。你按样看就上啊，因为看就骗你了，你万一相信，故上来就感应按样的群组，其实诈骗集团真的懂厉害。你在群组里面，他会每天跟你分析最新的股票情资啊，然后那有的被害人跟我说，他分析的情资，他真的用自己证券户去买股票，给真给人有穿钱。故说比较小心，比较小心就会用假，因为他给的资讯某种程度也不是太不对，对，是他诈骗集团也是有在做功课的。第二底度，其实他们诈骗集团现在也会做反诈骗的宣导，他们会在讯息，就是在那个群组里面，然后讲你飞款要注意哦，然后会跟你讲说有问题要大意用反诈骗的天发哦。他们真的是做得很厉害。哇，所以古手工就会讲以开启卡给世界，给的人设很完整，有没有？他的人物履历很完整，他等于是他为了要博得你的信任，其实他会讲哇，你要注意哦，你莫不应骗哦，还讲你手又买稳定，你要打165。对。所以他根本就是整个后台整个系统是非常的完善。对啊，各种人讲我是合法的投资公司，所以你要相信我。是。请问一下，这个侦查组，你这片有没有该真实的案例吗？比如讲，那个松藏也这样处理一个落阿爸的本影片，他就是在面熟当国感应一张名人的太太给赖，结果对方就开始当日打电话留佢们讲失爆嘛，有说好冇状况呢，记得先建立他感情。老阿爸因为佢退休就当日留家不用2-3年就。就是大眼瞪小眼，也冇法好讲难得有一张人当日做着谈佢讲法，佢就当欢喜边那个对方也一直对他嘘寒问暖，边个后来佢就老佢介绍讲我要做一只投资哦，因为还不错这样子就问下老阿爸有兴趣冇就硬怂恿他说你可以加入。老阿爸感应以后呢，佢就去飞款飞了差不多30万油。后来因为他自有一年转移，就想讲我爸爸用乖乖，当年就空到房间去讲天发，平常就冇按好用手机的，也帮我按好看，佢就拿爸爸手机来看，发现说我爸爸好像遇到诈骗了。因为其实长辈他在晚辈面前，他比较没有办法去面对说承认自己说不你骗自尊心嘛，有自尊心。对结果这个儿子就没有办法，他就是来中立分局跟我们报案说，我爸爸遭到诈骗了，但是他不相信。那别人讲去讲后某就爱去拿破卡，让人家爸爸讲。那我就跟这个阿布阿爸来聊天以后，我这样提讲原来他是在面熟本影片。我老伊讲，老伊
讲用白的情形黑诈骗，因为他一直不相信，他认为对方不是真心对他的。跟我就讲，问手机的大可能啊，我讲用的提供对方黑诈骗集团，哈，佢就点个投资平台的 app， 啊就讲吼点可能讲双倍有服务据点，好，你服务据点点进去应该是一家公司的地址。好，会有相关的证照、就是证照之类的。啊，讲用个店面去甲拉的连接哦。啊，因为佢自己本身係做建築嘅，所以佢提供證照來直接嘅從業。佢這樣想，也咩對啊？我講，做投資一定要有相關的證照啊，跟用模呢。但也連說連統編都沒有哎。我講真嘅呢生意哦，他就有點動搖了。然後接下來他就說，那為什麼名人的太太沒有去澄清說他被盜用？我講講用誒去請，我講手機的打開來，吼就打一下張你的名誒，然後再一個空格打詐騙，結果一連串的電子澄清新聞出來了。哇！佢真正嘅相信，佢就講跟錢飛出嘅勇敢上，就老佢講，我講錢飛出其實另外一條查數嘅老娘錢兩隻喎，你係拿唔轉來嘅，吼，你唔好相信佢會退錢本，吼，結果佢就相信嘅佢就講，跟唔做得人啊，嘅賴落佢就封鎖嘛，做得本佢就冇再個錢到來嘛，啊就講好啊，就老給他賴全部封鎖刪除。那投資平台的 app 我也幫他刪掉。啊，有搞佢講，海辦就做得用暗用嘅方式來去查證講暗用係咪讀到詐騙集團暗用係。所以你看鄉親們聽了在學，大家是不是知？其實，哇，你真是要做到非常嘅進步，你真心去相信，你可能係投資，所以像。理解偵查做講嘅，佢係差到咪死嗬，佢要嘛嘅案咧，非常嘅從來呢先聊下，等下就同你講。上堂節目講到咧，你下吼要當到用假投資嘅詐騙，上堂節目也分享到嘅600個案呢。咁個你係咧睇教你講，佢哋會透過冇用嘅社群嘅軟體，比如用 Line 啊，係冇時係臉書，冇就是透過其他的管道，然後大家先讓你交朋友，然後給你更多嘅自信，是咪講哇，我真嘅去投資，唔夠苦，這中間會讓你真的很信，然後你就會一直不斷的匯款，而且我覺得。詐騙為什麼會成功？因為記得抓到的是一種人性。對，因為我會覺得我給你30萬，我想要回本，我寧願一直相信你，因為我相信你會真的會回，真錢會賺來。所以你下同大家來講哈，黑講你談到暗用嘅文字敘述，就真的不要相信。比如講，這個第一個我會。第一，如果你在網絡上遇到馬開投資，你同你講暴增獲利、穩賺不賠，聽說會賺錢，這一定是詐騙，一定是詐騙。大家拜託凶一下，凶看啊，有什麼樣的東西是穩賺不賠、保證獲利，那大家就去就好呀。對啊，對不對？銀行是可以。對啊，所以這個一定是詐騙。還有，黑講用 Line 沒做唔得。這一定係騙人啊！聽說係騙人嘅。我哋喺有錢好賺，我一定係人家冇人講，我有可能去面路老上分人講，我要賺錢嘅，當好賺錢嘅管道，老人講啊，咁冇可能啊。還有第三點，我看到的時候，我就知道有可能。佢意思講，你會飛款嘅時間，佢講，他講，你不要跟銀行行員講哦，總得講出你匯款的目的係投資。這一定是假的啊，可是就係有你不相信。因為詐騙集團會騙嘅批發人講，唔做唔得老銀行嘅人講，匯款嘅目的係投資。佢會人講，因為我們這個是內線消息，你係本銀行的行員知道佢會讓東下落，因為行員會自己上去穿。怎麼辦？我覺得很有說服力耶，所以知道真品很有說服力耶。所以批發人本影片就會因為暗用啊，因為他會覺得合邏輯合理，因為他拿到的是內線的消息。排泄，我有個朋友也係內線消息，總得講，總得本起底就相信了，對不對？好像秘密暗用。提醒點，黑公你要求匯款的個人賬戶，注意哦。
不会到个人账户。对，因为正当的投资应该是信托专用、信托财产专用，或者是证券公司、投资顾问公司的一个账户。OK， 好，讲到亚嘞，我们要同大家的分享就会这个好特别，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哎，像我们的侦查的厚厚的公益嗨，什么叫被害人汇款拦阻计划啊？也係去年6月2012年6月開始嘅一個計劃哦，很多被害人匯款攔阻計劃。其實因為大家投資哦，大家金額受騙金額越來越高。嘿，估算如果被害人他是因為假投資本人騙到，好，佢發現本人騙嘅，佢去來鬧警察嚟報案。報案以後呢，警方就會留嗰隻人頭戶頭來通報金融機構來設定警示，嗰隻戶頭就會動態做我們的不能使用。那個戶頭，對，那個戶頭就做我們的用哈。那我們165有金融調閱小組呢，就會開始去調一隻戶頭的交易明細，哈，會清出其他沒有匯款到一隻戶頭的被害人。不過呢，一條被害人還忙去報案。因為他還在被騙當中，給忙去報案哈，估算就會分派給各縣市的警察局，好像也下講有其他被害人給很多中立分區鴉片，也在警政署就會把這個案件分派給中立分局，啊中立分區的警員就會通知也在被害人講，唔好再個匯款了，哈，唔送賬嘅匯款咧，給隻戶頭，然後已經有被害人出來報案了，哎，這樣很讚誒，很重要誒，聰媽。可是我們在執行上，會遇到一些困難吶。因為像你原則上我們都是打電話去通知啊，到被害人啊。比如講，佢哋就會唔相信，佢就會想講，比如講，伊講嘿，大家好，我要不去中立分區，說啊，你騙你，你詐騙。對，我們就會變得說，我們還要多花一點時間去說服這個被害人，一定要很老實講，你真給人讀到詐騙哦。可是我說真的。黑公愛加動你都給天發，愛沒被知道你都會詐騙呢？真的嗎？沒有啊，你要想啊，因為我被詐騙的時候，俺也還加到天發啊，對方也還好像是正常人。那如果我今天接到一個警察局打了一個天發，俺沒會反而係咪講係假嘅警察係麼？其實俺就會傾向老被害人講，警察咧，那你他打電話俾我，還很唔冇匯款哦，啊講詐騙系統係很匯款呢，啊嗰陣我來講，係真嘅唔相信，你就去楊寶卡侵權的派出所，你去問吼，佢會讓我打電話報案，會讓我確定講，係咪真嘅呢有壓榨警察咧？只能這樣請他，因為其實很多民眾，我知道，比如說我們的劉素妃後誒，迄個愛冇相信佢，愛就去旁邊的派出所，我說誒。拜託你同俺摸一下，劉素妃黑沒真嘅警察，就他會去幫我查。對，我覺得最瞎的是，如果派出所警察說有，他說你騙我，你知道，真的再也沒辦法了。因為我覺得壓黑人性，對，因為他們不願意相信他們在另外一個地方係真銀本影片。說警察跟他們講，他們還是不信。可是這個計劃我們在執行上面，其實有幾下啥被害人，一開始你聯絡佢嘅時，佢只會講冇啊，我還買東西，我收到東西。別人講好，你就真嘅相信，可能是一場美麗的誤會。結果過2年佢就去報案嘞。對，因為佢相信詐騙集團來去講，因為詐騙集團來講，你真其實你的投資是很內線消息哦，就算警察打電話請，然後講，你也不能講出來。向前譬如話係講警察同你講，你要怎麼講？拜託，該提早係便宜嘅。沒有這麼秘密，這麼的內線，對不對？而且連警察都總得講，怎麼？因為他怕被警察賺錢，警察沒辦法去投資。哎，我現在講起來好像比較是輕較送給粉絲，不過其實這真的造成青島人很大的。我覺得身心靈的傷害哈，故作經營係輕鬆啊，故作根本有按有嘅節目同大家來做檢討，就會大家真正去注意。還有啥的，其實你可以投資，唔夠呀，因為大家都會買東西，網購。現在的網購也是非常的嚴重，從麼？比如講，大家可能有團購呀，有青島很多幽靈包裹。幽靈包裹，這個就是黑講有人同啲人要去便利商店拿東西嘅時間，你會知道，我有買嗎？對，結果可能你付了錢，拿回家發現那裡面可能
可能甚至是垃圾，对不对？根本就唔係自己買的東西。嘿，這個很嚴重，聰冇？其實大部分按樣的情形，大部分的那個消費者，他其實是找小機會。看唔會勞警察來報案，對，但是我們也有處理過類似這種詐騙，但是現在因為現在4大超商它都有官網都有關於幽靈包裹的一個退款退貨機制，對，所以目前這個部分的話，比較會出現在就是他們會傾向於尋找超商的官網來解決，比較不會就是來向警方報案，所以是可以的。黑周的按樣給嘅，因為你就已經付錢啦，然後你也領走啦。不過但是你要就是趕快的向超商反映，因為有啲人兩張你不用1張捏2張捏，其實給錢走就賺本1千外的那個廠商了。我懂，你的意思是說，因為你去超商付款，所以錢還在超商，是這個意思嗎？對，因為給錢，他們其實是透過轉運商之後再轉到境外的一些電商或者是平台。估算你拿到按鈕幽靈包裹時，你專業一天要給他查考來看，還沒你自己買的東西。不是的話，趕快回去超商，然後都4大超商的官網去申請，說要退貨退款。OK， 對，你應該不用都超過1張頁，其實錢就出去了。好，有的人其實個錢個金額冇動態啊，比如500塊，然後1000塊，大家就知道啊，算了。哦，對，買個教訓。好，買個教訓，我同大家來分享。所以估說下禮拜迄個有收到乜個聯絡嘅時間，也係簡訊要注意哦。第一，先確認有沒有網購，有沒有買。其實一定大概嘅本來你的官網或者是 app 來看，真嘅買東西有多冇？嘿，真嘅冇就真嘅冇。因為有青島人他買太多，佢七家都唔記得哈。還有第二，迄個喺強迫下給你推熟，先向家人查證一下有沒有。一定要問一下，你真嘅要買安樣東西嗎？我看一下冇。對啊，最好是再查證一次。迄度給片你真嘅會付錢嘅時間，再確認一下黑面你買嘅東西，商品名稱、數量，什麼，迄個唔黑你就不要收。一定會注意跟寄件人的部分啊，就寄件人的部分。對 ，OK， 一定要注意。因為寄件人會顯示你購買的電商的平台。對啊，如果說奇怪，哇，董兄妹老要跟公司買東西，其實你就要注意一下。對。如果有青島給寄件的人的那個公司，我們都分不清楚，因為我們就是上那個品牌買。可是有的像如果是幽靈包裹的話，它因為它是透過中間轉運商來分發的，所以它中間轉運商它會在包裹上面注明是非賣家或者是代寄。OK，它真的很重要，所以這就是第4講的嘛。第4點講的，你會付錢給時間，你要認真看一下給內容可以嗎？你如果你有點懷疑，想說去買鐵斗唔知係真定係假，你還可以上網去查一下寄件的名稱，提供 LINE ID 填發，按我們可以辨別。對，剛才講得很清楚，動清楚意思是講，如果不是那個公司名稱，你也可以去查一下是有沒有可能是詐騙。對。好，所以大家啲要痛定一起便宜送兩東西，結果發現係假嘅吼，你真係要動嘢咁樣做，所以大家很要注意。還有乜嘅？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張總嚟講。兩段節目啦，大家都分享，比如講解除分期付款，這個現在還是很流行嘛？這個一直都有，一直都有。然後只是說很多人還是不知道為什麼會被騙。從亞黑用它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故事？比如講你去買東西嘅時候，你被同人講不小心買很多黑暗用。其實你去網絡可能買了某樣東西，你熟到以後呢，詐騙集團呢，它其實是竊入電商的資料庫啦，它竊取到你的交易個資之後，佢就會
教一只平台电商打电话问批发人，然后批发人讲哦，上摆迄咩用，一开始会先让我们客厅讲，你迄咩有买哪里买嘛个东西，你就会说嘿呀，因为他要真紧，因为你真的有买，真的有买按用的东西，啊买到以后佢就会讲哦，歹势哦，因为哦公众人员疏失吼，你不能买一扎拖把，在那边10扎拖把，哦，跟我改嘛。啊，过来做对啊，按讲我拍摄，我总得讲输给你的错误，是你把它弄成10个拖把，可以这样吗？可以啊，但是这时候他就会把你电话挂掉了。他就知道你已经识破他是诈骗集团。一般的骗你就会想讲哦，有可能哦，别人讲他就会相信对方，相信对方，就是讲哦，给梦就会可能以ATM 操作，梦就会数据拿出来操作，没有入银行来给出按样来杀听。对啊，这大部分的被害人他就会相信，他就会照着这个步骤去设定，然后最后就是账户的钱转出去之后，才发现讲啊。那都到诈骗的可是公司采访要真紧很容易相信的，因为佢会讲到你迄边有买嘛个拖把啊，你会真紧有买，你要熟到你要熟到所以你就会相信这个，连我都快要被骗了。哦，其实你看在手机迄看到来电号码还加886，对，好，其实加886都是篡改的电话号码。其实他们就不是相信机的，因为你这件东西有熟到啊，其实喊你去操作 ATM 加操作命运哈，其实我们一直宣导说操作 ATM、操作命运哈。其实没有办法更改任何跟网络购物有关的设定。我们要再讲一次，对，黑讲有人黑你去操作 ATM，黑某就黑刚操作 ATM 然后命路运吼，无法度记出了伫命路买东西相关的设定。走的，这样子大家有清楚吗？大家有清楚吗？ATM 老名路间银行係冇可能改變任何一道名路來買東西。係講你名路買東西就是網路買東西，你不要想說 ATM 跟網路銀行跟這個會結合在一起，跟購物的相關設定是分開，對，絕對是分開。不過還有基本有一個動作嘅訊息，就係講你食到嘅天發，頭前有一個價886，確定就是應該是有問題。對，絕對是有問題，絕對是有問題。好的，老台家來找過來講一下，那他的這個詐騙的話術會是什麼呢？係，大部分一定會很講，看一下人家嘅都金鋪嘅就是金融卡後背嘅銀行嘅天發，因為我的嗎？我的卡嗎？因為很看人家嘅，所以我拿出我的卡，嘿，看背後的那個銀行的電話，這看起來很真實啊。對，哈，第一講佢，第下講，第下會用銀行打電話本，第下你就真嘅會接到加886，啊，後背天發，真嘅就會喺卡上面給天發。對，因為加886是變造電話啊。對，別講可能2分鐘以後，你就會接到加886，哈，就加老人嘅人提款卡。背後的天發號碼係共用的，大家就你看啊，是銀行打來的，黑毛，錯啊。按講我們想到講頭前係加886，那你只會看到後面是一樣的，你就會相信佢耶。嘿，別人講銀行要使用時就會打電話來讓我講，哦，真嘅人買東西哦，各自外泄導致訂單錯誤，要跟你核對資料。別人講這些刷來他就跟你介紹說，避免賬戶被鎖啊，那你要提供銀行的一些資訊。其實他在騙你的基本資料，嘿，接着他就會跟你講說，哦，你要給出3天的方案，你就會關閉一些交易，或者是他就會開始跟你講說，你要操作你的網絡銀行或者是 ATM。這時候為什麼要提供簡訊驗證碼呢？我們有些那個金融卡是可以刷卡的，對，那別人刷卡有的時候手機還沒輸到給簡訊的驗證碼 OTP， 對，他變得說他就是要你提供那個驗證碼，他根本就是用你的信用卡在刷卡啊，對對，沒錯，而且他真的沒用你的驗證碼，鼓手他還說你天發某框，你要跟我講一個驗證碼哦，趕快輸入，這樣你才不會知道啊，因為你電話中，那你收到簡訊你也不知道，可是你的卡已經就是被盜用了。這個時候台卡給我幹啥？大天發都165，到底要講多少遍跟他分享？這個真的輕鬆喲。我覺得我還是每一年當然你都會有按樣嘅節目，讓大家來宣傳意思係講，因為佢哋嘅手法會緊變。
好，所以而且随着事件跟某 Q 用，他们会有新的故事，新的策略，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要一直在更新的。你大家都宣传反诈骗改风险，所以讲大家其实有一点心肝肚脐都讲莫买安心，其实你水大天发达。我觉得其实政府现在这个做得很好，对哈，你就打田反走的一抹都动都改自信。黑梦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就只去警察局也是一个方式，对不对？就近派出所就可以咨询，派出所是走对的。不过讲到俩，其实大家你讲，你卖东西，大家又发现某俩研究其实也有假买家，嘿，假买家，其实一般像你刚刚讲的给处分期付款哦，给人用手法是偏。买东西的人，好，咁过俩当然会伫庙路方买东西，买东西也会不会遇到诈骗哦，好，因为诈骗集团就会自己家迄买家，然后买按用的东西，按讲人会骗人讲，买的东西那个卖场没法度没有办法下单，好啊，就会提供一个假的客服的连接本，然后让人讲跟人家联络一下平台的客服。来给问题问啊，做我们的买哪个东西？那一般人就想讲，哎呦，那原来我的平台有问题，所以就唔会上岸到，就会点那个连接，点给他连接你去以后，就会赶你加的客服人员的来，嘿，加客服人员来就会老是讲，别人就都那边吼，他是假冒卖场嘛，加客服人员就会老是讲，因为你没有签署金流服务或者是账户认证。其实这都是关键字哦，因为还拜读多哦，然后讲没有签署金流服务协议啊，或者是你还给账户认证，对，要4个字好重要哦，账户认证。对的时候就会要求要买家来提供相关的一些基本资料，还有账户资料。以后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佢问讲係用那家銀行的嘅户頭，別人講下一步佢就會假冒銀行的人來打電話本，還有人講按用我操作 ATM， 因為要賬戶認證嘛，那大家就會想講，賬戶戶頭然後你嘅戶頭係相關呢，你就會真嘅相信一隻假嘅銀行的人員，你就會只有給他講去操作 ATM 或者是沒有入銀行，甚至去買遊戲點數。对啊，别人讲按用的时间就不能骗到。你给的提供给资讯都太完整了啊，对，太真了，真的很难不相信。因为你真嘅有买按用的东西啊，比如如红太卡就看得到，所以你真嘅会相信讲，对方会真嘅让人买按用的东西。哇，这真的是。最后，比如这就是刚才讲给的有一定的话术，嘿，对，关键字，嘿，以后你有虾皮或者711吗？对，对，刚刚你讲给，你把链接传给我，我去下单，谢谢。呀，早就卖家传的链接讲啊，我的卖场不很好，你就做得去买。啊，别人讲佢马上佢就会传一个截图讲，然后讲，那没法度买呢，你的卖场没有办法使用，真的未完善订单被拦截，无法结账，点击连结联络很像，我都要相信了。其实给假的，给诈骗集团是假做的，这是假的截图。而且你看 ，POG 还有公告，2023年3月4号开始，虾皮购物平台客服为了维护什么什么沽售。就是刚才讲的金流服务黑某就会嘛该协议，导致交易异常无法结账。他就回你，我去看看。就真嘅就上新，其实你一开始在上新诈骗集团，你就会被坑登行的，对你就会一步一步的就走入那个陷阱。哇，所以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分享真的是非常的谢谢我们的这个苏菲来到鸦片同大家来讲案度，去撇针对假投资诈骗还有买东西相关嘅诈骗，其实还有轻度，比如讲下面猜猜我是谁呀，有进化了，对不对？还有其实你想想看还有很多海外高薪打工，哇，这个所以大家喺讲要看新闻就会你就跟你都归去打工，给薪资很高，但是有时候到了那边，其实不是，其实可能发生了很多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甚至可能会影响你嘅生命真的青养虫哇！所以希望讲，你所有嘅乡亲朋友看，你今日也是嘅节目做得哇，真的可以再一次，我觉得不是收获，我觉得是再一次的提醒你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有时候一久了就忘记了会松懈，所以。
感谢下禮拜做哋接來同大家來分享無窮嘅自信，幫大家再一次的去提醒自己，還是要提高那個警覺性。好，聽年下來咧，就請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共下來做認同了。好看福喜來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你嘅面書咧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啲影片分享出去哦。